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主动发起修正一例一休，希望将目前配套措施无够完善的一例一休制度做适当的调整，朝向劳方甲资方双赢的方向来迈进。一例一休推行以来，受到这批评，不但是资方。就连劳工嘛无满意，颜顺泽希望会当暂缓一例一休，将伫咧7月1號正式上路的政策。伊呼籲應該先將相關的配套措施制定好完整，才來進行改革，避免傷害到台灣的經濟競爭力。毋是講干那要替資方講話，我嘛要替勞工講話。一例一休有真濟一個好的現象是講，伊希望。会当借由一例一休的修案，即摆呢，田主是想要实施这个呢，来增加规个劳工的这个收入。但是呢，政府的美意哦，因为配套措施不够完整，所以对暑假呢，劳工本身呢，无法度通来增加收入，而且呢，比以前的收入搁较少。啊，劳方资方呢，本身唔敢收订单，因为加班的这个时数受到限制，唔敢收订单，啊，所以造成呢，劳方输，资方也输。劳方输、资方也输，所影响唔是讲劳方甲资方俩，因为逐拢打拼，代表是一个家庭，所以咱讲全民拢总输就对了吼。啊，阮家己本身这个 call center， 我的电访中心我做过民调，差不多有了解吼，差不多不管资方、劳方拢是反对的，就拢希望讲会当做一个修正啦吼。所以我想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虽然中央有定3个月辅导缓冲期，但因为新制度的冲击甲无合理的所在伤过多，所以颜顺泽发起修正一例一休联署活动，将会号召更侪人加入联署的行列，为劳工甲头家找出一条新的经济活路。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暑假就要来到，为着卖互小朋友规天伫咧厝内看电视、耍电脑，已经停办真侪档的啄木鸟儿童骹球夏令营，就要伫咧即个暑假期间重新开办，要互各式学生借由学习骹球的相关知识，来丰富家己的暑假生活。主办单位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踊跃为小朋友报名参加。暑假就要来临，为了让小朋友有正当的休闲活动，停办多年的啄木鸟儿童骹球夏令营，伫这个暑假就要重新开办。市员王金德、刘美琪、吕维颖，也有啄木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志明，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厝内有各式的学生踊跃报名参加。过去吼，咱啄木鸟基金会伫6、7年前吼。有影捌办过啦，吼，捌办过。尾啊中有间断，阮3位议员咧，想讲暑假到啊吼，要到啊，囡仔吼，有一个较正当的活动，所以他过来举办即个儿童足球夏令营，阮的囡仔咧，伫即个暑假吼，有一个健康的活动。各位这个所有喜爱运动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报告咱这道的活动，伫8月14号到8月18号啦，每天的下午4点到6点，伫咱的这个台南市体育上界有名，不管是骹球还是这个棒球拢上界有名的咱的南京三公来举办。然后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到这个南京三公有很多的这个。足球的名师共同来这个一起来教小朋友来这个踢足球。放暑假的时候可以来运动不要卖酒伫厝顾电脑顾电视所以阮的3个参详讲，韩俊宪来做伙来继续来甲咱啄木鸟基金会咱林董事长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办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有地方去发泄他的体力。然后不要一直进伫咧电视甲电脑头前
啄木鸟文教基金会主办的儿童卡球夏令营，将于8月14号下晡4点到6点，伫南影上港展开5天的课程，邀请卡球老师教导小朋友关系卡球基本动作甲相关的规定。有兴趣的家长会当前往王金德绿维印刘美基议员服务处为小朋友报名。台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发起的寒暑送温暖中产助儿童计划，已经连续5天举办。协会伫咧寒暑假期间，提供予亲孩学生营养又阁好食的午餐，减轻济家庭负担。由议员詹培雅所发起的助童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5天。伫咧经济无好的现在，大大减轻真济弱势家庭经济负担。因为部分清寒家庭的学童，伫咧学校放寒暑假的时阵，无营养午餐会当食，有可能会枵腹肚。所以伫5天前发起寒暑假送温馨中餐助童计划。要来照顾弱势学童的腹肚。有足侪人啊，看到阮的公益做自动的我常常说我没有那个设定捐款的对象，就是大家出自内心的话，一心嘛来捐款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男医师姐们看到我们这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有办得说对孩子有一个温暖的一餐很感动的时候，跟我们共襄盛举来，他们跟我们来合办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的中餐助童计划，我也谢谢蓝营的师姐们帮我这个活动今年办得更加那个有意义。市指会的宗旨就是扶弱济困嘛所以我们曾培雅曾师姐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一定要来共襄盛举的所以我们也仅代表我们南市指会会制赠一个服务基金给我们的曾议员，让他这个爱心活动可以办得更持久让社会上感受到我们的市指会有对社会的服务，还有议员对社会的尽心尽力。社会上有真侪人看到这个活动被感动，主动捐款提供公益基金，协助中产助童计划继续办理，就是要将热情、甲爱心送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协会也欢迎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来做公益。台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台南山野正日大出的时节，玉井区也配合台南国际山野节，伫咧7月1号、2号，淡玉井青果市场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有免费的山野饼以外，附近的店家也推出各种优惠，甚至有体验农村的小旅行。希望予所有的民众除了品尝山野的滋味以外，也会当更加熟悉玉井这个所在。夏季是爱闻山野的产季，去年受到霸王级寒流的影响，损失惨重。今年因为气候适中，加上果树休养一冬，山野盛产。玉井作为山野重要的产地，今年也配合台南国际山野节，将伫7月1号、2号，伫咧青果市场举办玉夏恋情活动，现场也将有山野饼品免费食。也佮有附近的店家推出了各种优惠。7月7日，大家会当来玉井这个地方，然后来采过那个全省最好的品质的芒果因为在玉井所以在那一天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轻旅行也好，绘画也好，都有关于芒果的故事，我们都会全部把它展现在里面。也因为往年有真侪消费者向公所抱怨品质无统一，所以今年公所也加强推广安心标章，希望农民有约束，唔通伫底站藏品质较歹的山野，游客也当安心的采买。安心标章也就是说贴了，那上下的东西都是童叟无欺，里面的东西就不会有较烂，是讲规个卡无品质不好的。所以这个物件你若看到黑，就是我们都要负责整个出去以后的那个售后服务。我有不满意的，按照那个安心标签回来，我们就要
同样价值的理赔或是处理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这张在做，就是童叟无欺，能够让民众买到一个货真价实的东西。谢谢。这届活动参与的民众也将有机会得到新币的奖品。活动现场有趣味竞赛，甚至还有体验农村的微旅行。要互来参与的民众，都会当食到上佳好的山野饼，也还有体验到山野故乡玉井故事。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大台南合并以后，台南市政府希望民众不管是拄到囡仔、青少年，或者是老大人的问题甲困难，唔免远头路到社会局，会当就近伫咧社区做咨询甲服务。所以不断将公部门的闲置空间活化转型，来成立家庭服务福利中心，要成为大家好厝边。现在在我背后就是原台南县嘉里镇代表会，算是比较严肃的开会场所。那2年前经过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的修缮改造之后，已经化身为北门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也成为适合亲子互动休闲的友善空间。我们现在随着镜头一起去瞧瞧，走。为了增进祖孙和亲子互动关系，服务中心除了平日之外，周六更透过简易亲子厨房，不定期举办餐点手作教学，吸引满满的报名人潮，相当热闹。今天现场要做的是 QQ 饼，看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就难得可以跟奶奶一起来这边，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另外，为了贴近社区民众的需求，中心除了规划多功能教室来进行团体活动和亲子教育课程以外，当中一大特色就是设置了阅读角，让亲子们在这儿也可以轻松享受阅读乐趣。看累了，还可以到游戏区活动筋骨。对于刘安里来说，就好像喝醋冰，所以里长除了时常与区中心合办活动，成为最佳伙伴，也是该中心的头号粉丝。我们所参加过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妈，或者是小朋友，一直都会来期待说，啊，里长阿姨啊，我们今年什么时候要办哈？所以他们对中心所办的活动，他们感受到他们的用心，特别是我们中心的一些社福人员以及他们的志工，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友善，里面一直常常在跟我讲说，他们有空就会说想要带小朋友来这边走走看一看，来看一看书，因为他感受到中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温馨这样子。活动中相当醒目，全职带4个小孩，其中还有一对龙凤双胞胎的赖小姐，从2年前参与幸福配方活动后就爱上这儿，加上内容多元实用，还全程免费，相当抢手。所以消息一上脸书就得报名，也让她成了中心的忠实粉丝。这边我觉得他自从改过以后，我觉得对亲子来说是蛮友善的这样子，因为他们的活动办得都很好，然后也很实用，所以我常常就是看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的讯息，如果说有看到有活动，我就马上报名。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看似简单的设施和项目，不过每一区中心都配置专业的督导和社工，提供各类弱势、高风险的儿少家庭以及一般社区民众的会谈。
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局，希望透过福利服务的单一窗口，就近及时发挥预防性、支持性的功能，成为社区的好帮手。看完北门区，带观众来到另外一处由原图书馆所改建而成的玉井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根据了解，使用者主要是由服务案家的青少年志工所组成。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轮值服务台的志工之外呢，也有协助带领团体活动。今天他们用亲人彩妆来吸引大家的目光。是从里面往外推。有别于其他中心，玉井区除了是专责台南市偏远山区的行政区域，更有一群不同专业的可爱志工，从受助家庭到借着服务学习，贡献所学，投入回馈，感受施比受更为有福。同时，中心为了吸引社区亲子参与，除了每个月设计不同创意巧事活动，还有电玩游戏机、桌游等器材供儿童青少年使用。从游乐当中作为志工陪伴带领活动的最佳利器。自己未来念的科系是跟心理及社工有关系的，所以会来就是这中心做志工，就是先体验当志工的感觉，然后增加一些实务上的经验。因为以前就常常在受这里的社工的帮助，所以我想要利用我的闲暇时间来这里算是作为小小的回馈这样子。我之前也是中心的个案，然后因为本身学的是社工，也是助人者领域，那会希望说借由来这边学习，然后借由来这边实际接触个案跟服务，然后更能了解助人者在做什么，然后也会希望说就是我们的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能就是运用到偏乡。另外，中心也设计亲子可以一同在会谈式的空间，在1对1的咨询过程，不用担心小孩状况。加上设计无障碍升降平台，光硬体设施就真的让民众有感。的确，为了让社区民众获得在地化、立即性及完整性的福利服务，101年起，社会局分别于新营、北门、善化、安康、安平、新丰以及玉井区设置7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困难，那或者是要参加我们的亲子的活动，都可以随时到我们7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去做相关的一个咨询或服务。那我们希望民众不用大老远的，一定都什么事都要到社会局。那也许就近在我们的社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就可以服务大家。所以社区里面有孩子的问题、老人家的照顾的问题、亲子的一些活动，那我们盼望借由我们这7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提供我们最好的一个合出 B 的功能。同时，社会局预定106年上半年在安南区又将新增1处，届时台南市将共有8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营造在地服务、友善环境和亲子互动，积极达成社区预防的成效。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南台科技大学高教青金创意新歌展以台江地区为主题，和各系学生合作，设计创作出超过50件的光雕电视、实景游戏或者是桌游等等趣味的设计，希望借此来促进台江地区的在地教育推展，也让游客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体验台江的历史。将每一个角色拢设计了非常精美，就连游戏的场景也完整呈现出来。这些拢是南台科技大学学生的作品，现场总共有超过50件展出，无论是影像呈现、战船彩画、营销企划以及台江历史背景的课程等等，无同款科系学生拢积极合作，伫咧3个月时间内完成这些作品。借由因的设计学院甲相关学院的整合，这届顺利推动了创新教学。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南台科技大学在推动这一次这个高教深耕的创新教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到台江地区，我们透过一个古地图活起来的一个概念让学生做一个跨领域的实作的学习。
那当然除了实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因为台南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文化古都，那很多的历史，其实在现在除了一些古迹之外，很多的历史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古地图当作是一个引子。那我们怎么样透过古地图呢，来让学生以类似光雕、实境游戏、桌游、多媒体的各种不同的一个媒材他们能够在历史曾经发生的现场，能够让民众去体验这些历史。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这样子一个教学计划最主要的目标。所以像今天的这个成果展我们就希望先透过3个月的时间的企划跟设计。让学生利用展的一个形式来跟大家跟这些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江国家公园跟鹿耳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来做分享。这也是南台科技大学以高教亲近创新教学的方式所教导出来的成果，用这款的方式来打破过去死板的教学模式。我们就有7位老师，然后呢有10个课程啊。结合了这个将近数百位的这个学生来做这个高教深耕的课程。那我们跟地方的这个国立这个历史博物馆还有台江内海的这个台江公园还有呢我们这个鹿耳门社区结合在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最主要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古地图能够重现，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台江公园所有的这个过去的历史还有生态的这个保护让学生亲自的去体验。南台科技大学第一届以跨行业、跨科系方式推动，整合了9大课程加300多位学生的参与，才有这么多有创意又个实际作品呈现伫咧大家眼前。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6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